写保护自己，但是无人讲话讲海明之心不可语，但是风景之心不可无。哦，啊，莫因去拄着代志啊，再来怨天尤人啊，上天啊无甲我保庇，啊明明吼，安怎，哦，啊安尼就不好，哦，安尼就不好。所以呢，咱来看这个，伊讲认识了内心啊，歹势恁遐无，我搁查想讲，我要互你看，哦，安尼咱互我时间讲。伊讲认识内心是为了咧用啥？为了咧互咱安尼每一天吼拢会当生生不息，每天增强咱内心的迄个啥，迄个清净，咱内心的这个意念会当来引发。顺乎天性呢，是要互咱身心交心，迄个咱的性命呢，日茁壮的。哦，所以呢，科学家嘛是借由啥物观察，再观察，一直咧观察了的时阵，因才会安怎？因才会去做一个研究。哦，所以修行嘛是爱借由观察呢，啊是要观察啥物？咱修行这一条路，我们也要观察。啊，到底要观察什么？就是关注角，观察咱内心到底是啥物物件去扼杀了我们的心性的发展。因为每一个人拢无共，有的是较属于较贪恋的，有的是较属于亲近心的，有的是较属于啥物种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咱若一旦要成长，咱一定爱安怎？一定爱哦。家己会当关注者，好好啊去，人看讲，检视，哦，检视的时阵哦，知影讲啥物物件是阻挡我心情的发展啊，哦，啊，相信咱大家想到足好，所以咱拢做这物件，哦，所以呢，无善无恶的心，哦，无善无恶是心是体，咱的本来清净的物件。咱的这自性是无善无恶的，它是心之体。啊，若有善有恶呢，就是意之动。咱才都有谈到那一个意识的，因为会有分别，就是咱的意，所以呢，甲咱讲，若有这个善恶二元对立，还是有好坏，而且个分别出来，这就是意之动，咱的意。在顶上，所以讲，咱进前外口。